各位投資者，緊急速報，你有冇諗過，一指比特幣礦企，竟然搖身一變成為 AI 巨頭？Cipher Mining 同亞馬遜 AWS 簽咗55億巨額 AI 租約，股價瞬間飆升。呢個係 AI 掘金新機遇，定係潛藏風險？公司從加密貨幣礦業轉型 AI 基建，提供300兆瓦 AI 容量，並計劃開發一吉瓦 Coretree 場地，預示未來。但呢次轉型背後，仲有更多值得深入分析嘅投資信號。市場對呢個消息反應非常積極 ，Cipher Mining 嘅股價瞬間飆升。雖然 RSI 指標高達64，出現咗超買信號，但呢亦反映咗投資者對佢轉型 AI 嘅巨大信心。不過，股價短期內嘅波動，亦值得我哋留意。為咗支持呢個 AI 藍圖，Cipher Mining 仲宣布咗喺西德克薩斯州開發一個名為 Coretree 嘅1000兆瓦場地。呢個大型項目將採用先進嘅液冷技術，進一步鞏固佢喺 AI 高性能計算領域嘅地位。從財務數據嚟睇，公司喺增長方面展現出強大潛力。佢嘅自由現金流對淨收入比率高達8.77倍，債務股本比率亦僅為0.08，顯示出強大嘅財務韌性同未來投資 AI 基建嘅充裕能力。喺過去一年，Cipher Mining 表現驚人，無論係同大市納斯達克指數，定係同金融服務行業比較，都持續跑贏，證明咗市場對佢新戰略嘅高度認可。呢個係一個非常正面嘅信號。根據 CAPM 模型，Cipher Mining 嘅實際年化回報率達到1.49，遠超市場預期嘅0.64。雖然目前公司嘅盈利指標，例如每股收益同股本回報率仲係負值，但呢亦反映咗佢喺 AI 基建投資階段嘅特徵。你今日估咗未？本內容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邀約或推薦。投資有風險，買賣需謹慎。